香氣濃郁，口感綿滑。廣東人嘅至愛，蠔豉菜乾燒骨粥。材料有燒豬骨、白菜乾、蠔豉、瑤柱、花生同埋米。材料打晒喺度，大家可以截屏收藏。超市買返嚟嘅燒豬骨，真空包裝，味道有保證。把啲燒骨斬成一塊塊細塊，把佢擺埋一邊備用。啲米呢，我哋加入少許嘅油同埋鹽，將佢撈勻。蠔豉呢，就切成細細粒備用。瑤柱我哋將佢提前浸泡好，菜乾用溫水浸軟佢，一定要浸透，然後切成小段備用。煲入面我哋先擺落燒骨、蠔豉、瑤柱、花生，然後加入5升嘅水，大火將佢煮滾。水滾之後，加入菜乾，撈好嘅油鹽米，響啲水仲未重新滾起之前，我哋要不斷攪拌，要防止啲米粒黐底。滾起之後，調到中細火。呢個時候仍需要不斷咁攪拌一段時間，然之後再冚蓋，係咁煲煮大概40分鐘之後即可。最後加入少許嘅芝麻油，增香亮色。哇！你睇個粥又香又綿滑，你都快啲喐手試下啦！喜歡嘅朋友請點讚、評論、加訂閱，多謝晒。